喺過去嗰一兩週咧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嗰方面嘅變化咧，我哋見得到好明顯咧，係繼續翻之前嗰個態勢啦。成個形態上邊咧，供應上邊咧係持續都係充裕，但係需求咧個增長係非常之緩慢嘅。咁呢樣嘢咧直接地咧係喺嗰個油價上邊咧體現得最明顯。咁油組國咧最近嗰個決策上邊咧，雖然有檢討關於嗰個增產啦，咁但係決定上邊係冇改變㗎。咁呢樣嘢都係繼續令到油價反覆下跌。咁而其他嘅商品市場上邊咧，當然係要睇翻國際市場上邊咧嗰個貨幣供應咧，特別係量寬嗰個情況。咁當然啦，喺美國方面咧，嚟緊咧今個禮拜咧就會進行個議息，大家都會感覺到咧係應該會有一個加息嘅動作。咁但係嗰個氣氛上邊咧，亦都唔會話真係加得好快嘅。咁所以我哋見到咧，以金價為首嘅好多商品嘅價格咧，其實嗰個壓力咧仍然存在喺度。大體上邊咧，我相信即係形態上邊咧都係要小心啊。跟住落嚟咧，佢冇辦法再加一啲新嘅量寬新嘅貨幣寬鬆之下咧，咁雖然嗰個加息步伐唔快，咁但係咧亦都係幫唔到太多嘅。咁成個市場上邊咧比較值得關注嘅地方咧，就係大家擔心嗰個議息嗰個步伐係如何，會否咧係大熱倒灶啦？又好似歐央行嗰時個決定咁樣，咁所以都某程度上咧係減倉為上，普遍有一個規避風險嘅態勢。成個形態上邊咧，我哋會見得到咧，無論係股匯債咧，大家都係專注去減倉，咁希望降低個風險嘅。咁尤其喺值得喺中港市場裏邊特別留意嘅咧，就係人民幣嗰方面形態。官方價咧係持續走低啦，呢樣嘢咧係對市場咧造成一個個預期上面嘅改變，因為之前嗰幾年咧成日都係會係反覆向上嘅形態，令到投資者咧係會係有個信心。咁但係自從今年年中咧 A 股大跌到8月份咧人民幣嗰方面嘅貶值之後咧，投資者已經改變咗呢個諗法。咁相對嚟講咧，短期係會比較擔心啲，會唔會引起更加大嘅波動？我哋見得到咧，港股亦都係跟隨住咧有相應嘅反應嘅，兩邊嘅力量，無論外圍定係內地咧，都係令到港股咧反覆走低，咁跌穿咗咧之前恒生指數嘅區間22,300至23,400啦，有機會慢慢再向下走嘅。咁近排跌穿咗22,000，冇翻上去啦，咁持續咁再走低啦。咁我相信好快咧個區間上邊咧短期嘅支持已經落翻去21,000點噶啦。成個形態上邊咧要小心，喺12月底之前咧。市場似乎咧就唔係做嗰個粉飾櫥窗，反而係趁機會咧係繼續減倉。呢樣嘢咧喺股匯債市場上邊咧都係相當明顯噶。咁如果喺各個市場嘅部署方面咧，亦都係相應地咧減持咧係比較合理啲，略為增持現金啦。畢竟暫時咧嗰個即係規避風險嘅形態上邊咧，應該都冇轉變到嘅。